但去到2000年後，大家就印象可能開始深，因為2000年後咧，你睇到我哋國家嗰個步伐咧開始即係好實在，個法治開始咧就上軌道，咁因此好多嘢咧就係以法治嘅態度嚇，同埋咧科技嘅進展。咁你睇到咧，而家我哋嘅國家咧，你睇到全世界每一個地方都好想中國人去旅行。點解咧？所以因此你睇到最近咧，好多國家都免簽俾我哋中國人去旅行。呢啲嘅旅行點解咧？因為佢有消費能力，會幫嗰啲國家咧製造好多不同嘅外匯。嗱，當然我哋10幾億嘅人口咧，有一啲嘅即係文化水平咧差異的，而且確係有即係距離好大嘅。咁有啲有學識嘅士，譬如我哋好多人去出邊留學讀書啊，好有成就。咁因此佢哋咧對佢哋嘅對我哋中國人嘅文化底蘊咧就比較好掌握。咁當然我哋係禮儀之邦，但係亦都因為有好多喺細到大或者喺農村，佢哋對衞生嘅要求啊，或者對生活嘅態度啊，對做人處事啊，好多嘢唔同。咁因此去到啲地方咧，免不了有時會同人哋一啲文化咧有差異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就因為有啲少數嘅人嘅行為咧，會令到一啲外國人對中國人嗰種嘅不同嘅睇法。你知啦，唔好嘅嘢咧就好容易搶開嘅，好嘅咧就覺得應該嘅。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免不了咧有時就會有啲嘅即係文化差異嘅抵觸。但係我覺得呢個唔重要，因為我哋嘅經濟一路不斷嘅發展，而且人民質素不斷嘅提高。呢種嘅提高咧，我哋從好多方面都體現到。嗱，第一，習近平先生，我哋叫主席啦，國家主席，佢能夠上咗台之後，喺2012年開始掌權之後咧，就開始大力扶貧，所以好多農村嘅地方咧嘅經濟咧已經係發掘得好好啦。呢個發展咧，令到大家咧起碼有溫飽，嗰啲人最基本嘅人權就要食得飽、住得舒服嚇。咁我知道你即係大家都去過內地咧，你即係佢哋嘅居住環境咧，相對好多都比我哋好。